台南市北区顶北坊历史街道整合计划由内政部国土署补助3200万，市府自筹1500万，总经费大约是4700万。针对顶北坊历史街区大约1公里外街道，将老旧的两地铺面翻新，改造成历史街区特色石板甲蓝仔孔的铺面。目前这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预计将在9月8号举办盛大启用典礼。北区区公所啦，在就是最近完成的一个正北方的一个街道的改造计划啦，这件嘛是爱感谢咱市府甲议会支持，总共斥资了5000万，然后大概5000万左右。那也预计在9月8号要来办理一个揭牌的活动。那它的历史意义就是说，把整个老街来做翻新修复。那也邀请我们各位好朋友在9月8号能够来参与这个揭牌活动。9月8号当天，除了有揭牌活动，嘛有规划庙埕快闪市集。复古的摊车叫卖、元和宫民俗彩绘、三老爷宫12回城的彩绘，并邀请风声蓝管乐团现场表演，活动精彩趣味。当天的话，还有我们元和宫的一个面师的教授脸谱的彩绘，还有三老爷宫的12花神的彩绘，就是讲活动非常的热闹，嘛希望热爱老街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共襄盛举。三老爷宫伊这12花神端花、铜梅、普利、瓜桂、菊阳、霞啦，这12个月花神的艺术在内面。甲阮大清街元和宫阮是全台湾家常的祖庙，所以阮也结合这100年老店，这个未来发饼店伊做个足油的物件，把这个家常的法器做伫棉花糖顶悬。阮做出足特别，你看这个封面是咱元和宫的兴古爷兴古这个是咱三老爷宫的12花神。你看，甲这做伫咱的封面顶悬，现日足感谢着咱的管家基金会，伊甲咱赞助这个封面甲棉花糖，现日阮拢会免费来发送给现场的来宾当然数量有限，大家爱趁早来区长潘宝树表示，顶北坊历史街区的整体改造，转化了街道空间使用价值，并将巷弄现地空地以及泰国地点加以改善，会当带动城市旅游甲消费。北区公所也欢迎市民大众9月8号做伙来踅街看表演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